人生亲像跋筊，输赢一半一半。若是赢就变成东，输就变草人。无啥物是真正好人，只是利益牵手作伴。手机仔对面的查某囡仔，今仔倒伫啥人床骹？伊去空间了，伊予击败了，落了的结果，甲伊今仔也是同款。人生海波浪，拢有起起落落，做人的道理，只存成功。有钱就是做阿公做阿爸，无钱就是做老麻做脚。风雨的社会，就是人打人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有钱就是做老大做大兄，无钱就是做小弟的无爸。风雨的社会，什么叫做人？是三分注定，七分拼。无啥物是真正好人，只是利益牵手作伴。手机仔对面的查某囡仔，今仔倒伫啥人床骹？伊去空间了，伊予击败了，落了的结果，甲伊今仔也是同款。人生海波浪，拢有起起落落，做人的道理，只存成功。有钱就是做阿公做阿爸，无钱就是做老麻做脚。风雨的社会，就是人打人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有钱就是做老大做大兄，无钱就是做小弟的无爸。风雨的社会，什么叫做人？是三分注定，七分拼。有钱就是做阿公做阿爸，无钱就是做老麻做脚。风雨的社会，就是人打人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有钱就是做老大做大兄，无钱就是做小弟的无爸。风雨的社会，什么叫做人？是